来看这个倒球协会这个出包啊，真正有大包的啊！后一个月啊，要进行中华倒球排名资格赛，这关系到国手的代表权，大家啊非常介意倒球歌手啊。尤啊高升水吼，伊本来应该是种子选手的身份，但是这个乒乓协会啊出锤，竟然无达高升水放入去种子选手的名单，这是完全影响到比赛的公平性。大家拢讲啊，你这个协会啊，实在有够咸啊！咱台湾乒乓的选手尤啊高升瑞，过去伫咧足侪比赛成绩拢足好，即马伊当咧准备今年排名资格赛，不过比赛进前煞出现破空。乒乓协会伫咧官方网站紧急打出公告，表示因为疏忽无甲高升瑞列入种子扣仔，所以伫咧拜四下晡会定抽扣仔。不过，这场乒乓排名资格赛在1月初4比赛，伫咧27号抽扣仔，过2天才发现问题，才讲30号下晡要定抽扣仔。原来是因为资料审查过程有疏失，才互高升瑞无伫种子选手的名单。乒乓协会嘛，甲所有选手佮团队会师咧请求谅解，因为这场资格赛是每一年重要的积分战，嘛影响明年国手培训佮代表权的问题，难免会引起注心。8位种子就等于是我们理解成8位魔王。他们一定要去抽开来，这个也是确保在这些魔王是要拼到最后的时候才会互相的遇到。然后如果有一位强的没有被排到，用电脑抽签的话，很有可能就有机会第一轮就强对强。去年巴黎奥运摕到好成绩，有种子选手身份的高升瑞本来就有优先抽扣仔的地位，不过抽扣仔的失误，那可能改变对战组合，嘛影响比赛公平。乒乓协会嘛挂保证，男子组全部定抽扣仔，袂互选手的权益受到损害。Hello， 我是陈雅玲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